成功人士裏邊咧，點樣將自己嘅家產保值，將自己成個嘅積累嘅一生嘅財富，或者幾代人積累嘅財富裏邊咧，如何傳承落去，係一個好重大嘅話題嚟嘅喎。所以咧，經常會被我哋中國有句古話叫做富不過三代，呢種感覺好似一個魔咒咁樣。好似咧係三代之後咧就弊家伙咯，就會沒落咯。其實咧同我哋帝王之術個玄學上邊係好大關係嘅。我同大家講啦嚇，玄學上所有嘅陽宅陰宅我唔講嚇，所有陽宅包括你打落嘅所有嘅總部好或者係老宅好等等，都只能最旺嘅旺，只能旺90年。90年係最長時間。其實咧，一代30年，你老豆30歲就生你，你30歲生仔一樣嘅。所以咧，一般係以前嘅按古老制裏邊嘅話，以前咧按我哋49年之前嘅話，其實真係平均年齡只有30幾歲嘅咋，39歲嘅咋49年之前中國人。所以當然啦，有戰爭等等嘅影響啦。所以咧，經常嚟講係25至28歲，以前古代，依家咧就係延長啲啦，以30年為一代啦30年為一代。所以啱啱好咧，富不過三代咧係30年、30年、30年，啱啱係90年。所以如何將自己嘅財富裏邊保值增值，傳落去子孫萬代，代代都咁旺咧，係一個好大嘅話題，係未必做得到嘅。即係咧，你嘅所有嘅陽宅嘅地方，陽宅包括延伸到你陰宅，都係90年之後咧，旺足90年之後就一定要交班，一定會停。陰宅佢就停噶啦，佢唔會再俾力你。陽宅裏邊嘅話好奇妙嘅，好似你住喺呢間屋嘅，佢不斷推你向前。因為呢間舊宅裏邊咧，一定會安有神位啦，係永遠有用嘅，永遠成個家族嚟去到邊度，去到冇水出嘅地方都係有用嘅。所以咧，即係咧，如何將你已經功成名就嘅各行各業各本大佬啲老錢家族等等，包括而家新時代嘅成功人士裏邊，都係一個好大嘅話題嚟嘅其實可以嘗試下如何90年之後咧，幫你重新逆轉翻嚟，就係咁簡單。我又都仲係舉呢個例子啦。李嘉誠香港深水灣79號大宅，佢呢個宅咧係陳伯咧幫佢佈呢個局嘅，從50年代60年代開始幫佢佈呢個局，佈完呢個局之後咧，砰砰聲發到豬頭炳當時問佢，你發幾多嚿啊？其實我咧就發3000萬就夠噶啦。所以陳伯話知，你人生唔止30萬，3000萬，你嘅錢係萬出嚟嘅，好似水滿則溢咁樣嘅狀態。佢話幫你咧，就希望你以後幫更多嘅人。所以咧，我認為阿成哥咧喺中國大陸嘅世界裏邊做慈善做咗好多錢嘅，通過基金會喺中國裏邊真係包括汕頭大學等等，佢哋嘅廣東全中國裏邊，其實咧佢就唔想留低自己嘅名而已。呢啲我哋唔延伸啦點樣可以就佢會咁犀利陳伯陳師傅就會成就咗李嘉誠嘅一方霸主，成為咗香港首富、亞洲首富、中國首富，世界都有排名咧。其實就係佢呢間大宅係好緊要嘅，佢係坐西北向東南，坐權向孫。我哋講孫有人講順孫所以咧呢個坐西北向東南，佢最勁一點就喺東南方裏邊咧個門前，佢呢間屋好撩楞嘅，好撩楞嘅環山上去佢就喺前邊補個水局。呢個水局裏邊咧係同深水灣裏邊遙相呼應嘅，其實係將深水灣裏邊嘅源源不斷嘅水不斷引到佢呢間屋嚟，為佢所用。所以佢做世界級嘅生意嘅，成個亞洲上嘅香港冇問題嘅。所以佢呢度咧有地氣、有旺氣、
又有成個嘅陽宅嘅天氣啊。其實陽宅係吸天氣嘅嚇，地氣咧嘅作用咧其實係好慢、好慢、好慢、好慢嘅，甚至乎有時我忽略不計，我唔睇。陰宅就睇陰氣好重嚇，好緊要又執地氣。好，我哋而家言歸正傳嚇。李嘉誠裏邊咧，佢能夠從1954年開始嚇，到達2044年之間，呢90年裏邊都會風生水起。但係咧，依家已經聽到有風聲啦嚇，不斷聽話咧，佢已經想賣佢79號大宅，其實唔使咁急，唔使咁急。阿成哥以及佢嘅家族後人，假如有機會睇到我呢條片，或者係有緣之人咧，同佢講起嘅話，其實我所知道嘅咧，因為陳伯走咗之後咧，包括楊秀成啊，包括佢啊，好多人裏邊咧，都係好想揾到第二個陳伯。我唔敢講我紐約何大師咧，紐約風水哥咧就係呢個陳伯第二，我唔敢咁講。但係咧，佢報嘅水局所有嘅嘢裏邊，同我係異曲同工嘅，我全部睇到嘅。好啦，我希望假如有緣睇到我呢條視頻嘅咧，包括現身各級富豪裏邊，你如果係想將自己嘅財富等等裏邊不斷升級翻嘅話，其實不妨試一試聯繫我呢個底點。假如咧唔做到2044年之後咧，就好似一個分水嶺咁，分水嶺咁，之前賺嘅錢不斷通過呢個2044年之後不斷佢就散啦，不斷回翻噶啦。你賺幾多錢留翻幾多，咪不斷回嘔翻出嚟，咁講啦，你就明白啦。所以咧希望咧各位已經功成名就嘅，唔理你係老錢家族定係新時代嘅富豪，包括馬斯克都好，包括侵都好，都係一樣嘅。其實我而家對美國白宮好，包括佢嘅呢個五角大樓等等裏邊，其實我都有一大套方案嘅。之前裏邊曾經仲將方案裏邊發過俾馬斯克啦，發過俾阿侵啦，發過俾個仔仔啦，大仔啦，包括巴龍啦等等，我都有私信發俾佢嘅。其實咧，依家美國嘅白宮佢北廣場有水，南廣場有水，南廣場呢個水其實佢而家即刻要關咗嘅，唔關咗嘅話，佢依家係好難施展出嚟，就始終係有啲柄柄包括政策裏邊都成日俾人掣肘嘅就係咁情況好啦，我哋講多咗啦希望有緣人有緣人，我哋不妨試試啦，我現身多兩句。一位喺台灣學咗20幾門玄學嘅，包括八習啦、玄空飛星啦、紫白飛星啦等等裏邊乾坤國寶啦、玄空大卦啦等等嗰班學咗成20門啦，佢感覺都唔準，已經對成個玄學裏邊其實放棄嘅狀態嘅。但係咧，佢遇到本門學派之後咧，佢隨即之後頂禮膜拜。我就係想睇呢個，佢即刻咧用呢套系統裏邊咧，佢檢驗翻之前嘅全部佢抌晒。其實我都學過10門8門，其他我全部都唔用噶啦，全部都唔用。點解咧？因為唔準。依家我呢個咧，我係相信嘅，我好清晰，我用親就準嘅，就咁簡單希望有機會可以連接大家啦有緣我哋一定會相見嘅。多謝大家啦拜拜。